呈现2024050515之有一座宫庙井号天上圣母劝世人赶快井号求天道，北港朝天宫1983，大甲镇澜宫1987，竹山莲心宫1979，大村福圣宫1986，白沙屯拱天宫2024圣序。Valor 是一个文本转语音 (TTS) 的程序。Valor 可以使用计算机系统上安装的所有语音。屏幕上的文字可以被保存为MP3、ART 或者 WMA 文件。该软件可以读取剪接版的内容，可以查看 AVW、AVW 3 CHANJU.EMOEPUB、FB2、FB3、MB、MOBI、ODT、ODIS、ODT、PDB、PDA、PPT、PRC、RTA、TCR、WOUPD、XLS 和 HTML 文件中的文本，可自定义字组和背景颜色，控制从系统托盘阅读或者使用热键。Valor 使用微软的语音 API 的各种版本，它可以改变语音的参数，包括语速和语调。用户可以应用特殊的替代清单，以提高语音的清晰度质量。当你想改变的单词拼写时，这个功能就非常有用。纠正发音规则使用 Regex 的语法。2003-2009教育部长致辞提校长报告南。来这种吩咐。那么当然，在中国我也跟各位来表示歉意。那么因为整个活动中心它档期的关系，所以在这次自治的条件方面没有办法进入大家所愿，这点我要再度的恳请各位来谅解。那么这次活动也要特别感谢我们青年活动中心施总干事在这边我们给他热烈掌声鼓掌，全力的支持。那么排掉3次的档期，那么提供我们这个机会。好，那么我最后祝福我们所有的教育伙伴在这几天的研讨时间非常这种顺利。那么接着我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长官以及我们所有的工作伙伴。首先介绍我们的大家长，我们黄部长，感谢部长百阳中专程从部里面来看各位。接着介绍我们中部办公室的严主任。我们这部中部办公室的专务委员，也是中教会的主任黄主任。我们主办科第3科的科长林文昌科长。公办室的这个王文海王科长。我们公办室2科的许实化许专员。公办室我们2科的这个股长，我们。部长黄美玲好，这边我特别介绍这次的工作伙伴，我们的本会的教务组的组长，我们水里滩宫校长陈庆典校长，介绍我们的台中一中这个蔡校长蔡景坤校长，也是我们的辅导员跟李同学。接着介绍我们南投的中兴高中的校长，我们陈建昌校长担任我们辅导员。接着我们的台中2中的洪秋生校长，很感谢他也担任我们的辅导的校长。接着介绍我们东海大学附中温水佐校长。介绍我们全国最高学府是浙在高雄的刘宝云刘校长。是活动组的组长。给活动组一个热烈掌声。那么接着我们在后面有一个我们教育部中办的郭庆雄郭专员，郭办公委员。这是我们第3科的罗青云股长。第3科的这个赖光荣赖专员。好，那活动中心的我们的副总干事蔡副总。接着介绍我们台中高中学业服务的主任，首先介绍我们这个实习主任，也是我们这个活动的副执行秘书徐生主任。
这是活动组的金副组长金主任，还有服务组的易主任易金忠易主任，那么还有活动组的许志的张志坚张主任，以及我们这个服务组的目前在照相的廖组长廖主任。好，最后介绍我们苏乙本校的毛组长毛文先组长。大家好。也是我们台中高中的这个合作社的主席，我们称他为毛主席。好，谢谢。部长致辞。我们陈校长，还有我们青年活动中心苏总干事，严主任，以及各位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在日月潭这个地方跟各位来讲几句话，我想我有20分钟。我争取久一点，20分钟。本来半个小时又长一点我大概平常也很少有机会能够超过10分钟的时间来讲话。平常有时候参加这个致辞的时候，一般都很多人致辞，知道我的时候，我就想言简意赅就3分钟就致辞完毕。不过今天我想各位来这里参加这个是一个类似的，等于是说这个研讨会。那我希望借这个机会也来谈几个有关高中职的一些相关问题。我过去还没有到部里的时候，我在这附近也消磨掉快2年的时间。以前因为921地震的关系在南投为中心旁边涉及差不多6、7个县市来进行这个重建的工作。后来又因为有桃竹台风，还参与了，必须要负责救灾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几乎也用掉了大概快2年的时间，总共600天的时间在这附近像日月潭当时也是残破不堪。今天看到日月潭可以说是恢复昔日的风貌，其实是比以前更好，因为在921之前，日月潭其实有点在没落，经过这样921以后它能够全部再起，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个日月潭畔来跟各位来讲两句话，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后来在这边到部里去以后，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以前在做这个所谓灾后重建跟做教育重建，人家问我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说那个差别很清楚，那个差别非常清楚。在灾后重建的时候，大家不会去争吵说这个房子究竟是让它继续倒着呢，还是把它重新再建？没有人在讨这个问题，大家在吵的都是什么？你究竟多快把房子建？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你做得慢的话，那就会大家对你要求最多。这个至于这个教育重建这问题就复杂了。这问题是说，你究竟是要走左边呢，还是要走右边？至于什么时候开始走不太重要。你单单是为了那个走左边或者走右边就要吵很久。吵很久以后终于决定走左边了。走到办公处还是有人讲你为什么不走右边？这个就是教育重建所以我以前这个曾经用一个话来讲，就说我们这个教育这样的一个重建，教育的核心，教育的改革，就像在解一个联立方程组而且要求其动态值，那就是非常难。比如说我们以
我就开始谈恋爱，我们马上就带到这个高中职来。我去年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快2年的时间。我们当时碰到了很多问题，一个是多元入学，跟各位也是关系非常密切一个是多元入学的问题。那当然，这个社会上大家关心的是进大学的这个多元入学问题，但事实上，这个国中毕业以后进入高中职还有五专前3年的这个多元入学方案，其实大家也不是说没有意见的，只不过是因为上面有一个大学的多元入学，所以底下这个多元入学方案比较少受到讨论。但是呢，我们事实上花了很大的时间来做讨论，在座很多都有办这个事务的经验都知道去年这个自从高中职跟五专联合分发生了一些问题以后，花了很大的时间很长的时间来修改、来改进。结果今年来办理这个高中职、五专的这个联合分发，还有高中职、五专的入学考试，办理国中基测的时候，这个问题几乎就没有再出现。那刚好高中职它是为了要收这个国中上来的学生，因为又要把自己的学生送到这个大专校院去，所以变成是两边的这个入学考试你们都身历其境有的老师有时候跟我讲觉得这个烦恼不堪，因为因为这阵子那细节非常多，有时候这个看完了或者是听完了就忘掉了。那家长来问有时候还答复周全。那家长一般都是很焦虑的，他没有办法从你这里拿到答案，他就觉得这个多元入学这个方式对他的小孩可能不利所以他就开始担心这个多元入学，我就希望能够再来做调整。所以像这个多元入学的这个部分我相信是各位在高中时教书的老师或者校长经常要面对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跟课程有关的。不过这个部分经过1-2年来的调整我们的了解比如说包括大学入学，我们从明年以后呢就要把这个5种入学的方式简并成为2种，一种叫甄选，一种叫做这个考试，对吧？大概把这个甲乙丙3案就变成一案了，然后把这个推荐还有这个推甄这个申请跟推甄就把它定成一案叫甄选。所以现在5案变2案，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简单很多。而且呢，指定考科呢就因为把甲乙丙案定了所以指定考科就从3科到6科，这个是做比较大的。而且我们各方面都采用联合这个收件的这个方式来办，所以使得本来这个学生要如符封存的，现在都可以非常的简化。那这样的话，我觉得确实是给大家很大的方便，所以应该这部分改进大概到此为止。而且你后来想，后来仔细看，很多人都误解说申请跟推甄好像占了我们整个员额的可能有40-50%，好像40-50%，其实根本没有。其实那个申请跟推甄它所占的员额事实上只有差不多20%左右根本连30%都不到。我们是可以到30%，但事实上它差不多只有20%。所以我们的多元其实是相当有限度的多元。其实100% 里面只有不到20%，差不多是89%给这个申请的这个推甄，其他80%还是用考试的这个方式。我个人都觉得这样太不够多元。我们社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能够容忍一点点多元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社会应该检讨，但是这个也要怪我们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讯息很强烈的这个传达，因为大家还被原来的那个狭义的公平的这个概念牵住、限制住，
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应该经过这1、2年嘛，以后应该会比较有机会，大家在这个桌上台面上，大家好好的问这个议题。这是第一个，我想各位关注的问题。第二个是大家也很关切这个课程的问题。这个国中毕业现在有9年1贯，我这1、2年也花了不少时间了，在调整9年1贯，甚至包括那个建构数学的问题。建构数学实施了7年多了，那当然去年因为他从小学6年级这个升到这个国1接上去以后，那又用新的这个教材、新的一个课程，所以衔接的问题又出现，所以去年建构数学的问题才会爆发，因为刚好是时间到了。那其实要解决那种并不困难，我们其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我们这个建构数学已经都全面做调整。建构数学并不是不好，而是在执行的过程里面有一小部分因为没有跟外界沟通清楚，或者是执行上面有点比较走向极端，小部分的走向极端，造成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因为不了解担忧，那我们后来都做改进。比如说像99乘法，也没有什么一定说不能学的道理啊。对讲人说这个建构数学就是不能够学99乘法，完全是一个误解。那我们再把话讲清楚，那我们再把这个纲要做好。现在数学建构数学问题，现在经过我们后来跟中华民国数学会做了很大的调整跟努力这个问题我想倒是我们这个国中小9年1贯的课程，我们现在要升到这个高中我们这个高中职的这个有主要的高级中等高中的这个课程以后我们还有高职，还有这个5专前3年的这个核心课程就是说我们这个高中的课程从前年开始前年我们就为了因为实施9年1贯，等于是我们这个高中职事实上这个课程是怎么样？下接国中，上接大学，所以你这个高中的课程蛮麻烦的。高中的课程你要搞得要能够使这个国中毕业以后上来的这个学生不觉得太深或者太浅，太深太跟不上，太浅没兴趣。然后往上的话，你要接大学或者是技术学院或者科技大学，你要能够接得上去。你不要说这个高中这个课念完了以后，跟这个大学又差太多，那这个就失去了这个高中这些课程设计的本意。所以这个高中课程其实是最难设计的，你要承先又要启后，那又要沿两边，是非常困难。而且高中又一般来讲，这个年龄的时候又是学生大概不管是在人文社会方面的知识，或者是科学方面的这个知识的时候的一个启蒙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时候就开始规划要去接这个国中小的9年1贯课程那在接的这个过程里面，本来是预计是希望后年就是94学年度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高中课程的纲要能够公布，当然做了总纲的修订，还有课程的纲要。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陆陆续续的大家觉得应该要慎重，所以像这个历史连高中历史还要怎么编上次这个很多讨论刚开始的时候还以为这里面涉及很多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不过后来经过他们专业人士去以后，发现不是这个。欢迎我们教育部黄部长，我们欢迎黄部长的光临。
国高中职校教育发展研讨会开幕式开始。我们首先请承办学校台中高工陈校长报告。部长，还有严主任，各位亲爱的教育伙伴，各位工作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午安。那么大家辛苦了。那么台中高工这次承办我们这一次的教育研讨会，那么成了我们这么多的教育伙伴，也从全省各地赶来这一场参加。首先代表我们整个工作的团队那么欢迎各位的莅临。那么这段时间4天3夜时间，由台中高工及我们几个所有的工作人员来为各位服务。那么如有需要服务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各位教育伙伴不吝来这种吩咐。那么当然在中午我也跟各位来表示歉意。那么因为整个活动中心它档期的关系，所以在这次自治的条件方面没有办法尽如大家所愿，这点我要再度的恳请各位来谅解。那么这次活动也要特别感谢我们青年活动中心施总干事在这边我们给他热烈掌声鼓掌，全力的支持。那么排掉3次的档期，那么提供我们这个机会。那么我最后祝福我们所有的教育伙伴在这几天的研讨时间非常这种顺利。那么接着我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长官以及我们所有的工作伙伴。首先介绍我们的大家长，我们黄部长，感谢部长百阳中专程从部里面来看各位。接着介绍我们中部办公室的严主任。我们这部中部办公室的专务委员，也是中教会的主任黄主任。我们主办科第3科的科长林文昌科长。中办室的这个王文海王科长。我们中办室2科的许淑桦许专员。中办室我们2科的这个股长，我们部长黄美玲好，这边我特别介绍这次的工作伙伴，我们的本会的教务室的组长，我们水里仓工校长陈宪典校长。介绍我们的台中一中这个蔡校长蔡典坤校长，也是我们的辅导员跟领导人。接着介绍我们南投的中兴高中的校长，我们陈建昌校长担任我们辅导员。接着我们的台中2中的洪秋生校长，很感谢他也担任我们的辅导的校长。接着介绍我们东海大学附中温水佐校长。介绍我们全国最高学府是浙江高农的刘宝云刘校长。是活动组的组长。给活动组一个热烈掌声。那么接着我们这后面一个我们教育部中办的郭信雄郭专员，郭办公委员。这是我们第3科的罗青云股长。第3科的这个赖公龙赖专员。好，那活动中心的我们的副总干事蔡副总。接着介绍我们台中高工学业服务的主任，首先介绍我们这个执行主任，也是我们这个活动的副执行秘师徐生主任。接着介绍活动组的金副组长金主任，还有服务组的易主任易金忠易主任。那么还有活动组的张树娟张主任，以及我们这个服务组的目前在照相的廖组长廖主任。好，最后介绍我们苏乙本校的毛组长毛文先组长。大家好。也是我们台中高工的这个合作社的主席，我们称他为毛主席。好，谢谢。
部长致辞。我们陈校长，还有我们青年活动中心苏总干事，严主任，以及各位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在日月潭这个地方来跟各位来讲几句话，我想我有20分钟。我争取久一点，20分钟。本来半个小时又长了一点我大概平常也很少有机会能够超过10分钟的时间来讲话。通常有时候参加这个致辞的时候，一般都很多人致辞，知道我的时候，我就想言简意赅就2分钟就致辞完毕。不过今天我想各位来这里参加这个是一个类似的，等于是说这个研讨会。那我希望借这个机会也来谈几个有关高中职的一些相关问题。我过去还没有到部里的时候，我在这附近也消磨掉快2年的时间。以前因为921地震的关系，在南投为中心旁边涉及差不多6、7个县市，来进行这个重建的工作。后来又因为有桃枝台风，还参与了，必须要负责救灾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几乎也用掉了大概快2年的时间，总共600天的时间在这附近。像日月潭当时也是谈破不谈。今天看到日月潭可以说是恢复昔日的风貌，其实是比以前更好，因为在921之前，日月潭其实有点在没落，经过这样921以后它能够重复再起，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个日月潭畔来跟各位来讲几句话，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后来在这边到部里去以后，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以前在做这个所谓灾后重建跟做教育重建，人家问我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说那个差别很清楚，那个差别非常清楚。在灾后重建的时候，大家不会去争吵说这个房子究竟是让它继续倒着呢，还是把它重新再建？没有人在吵这个问题，大家在吵的都是什么？你究竟多快把房子建？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你做得慢的话，那就会大家对你要求更多。这个至于这个教育重建这问题就复杂了。这问题是说，你究竟是要走左边呢，还是要走右边？至于什么时候开始走不太重要。你单单是为了那个走左边或者走右边就要吵很久。吵很久以后终于决定走左边了。走到办公处还是有人讲你为什么不走右边？这个就是教育重建所以我以前这个曾经用一个话来讲，就说我们这个教育这样的一个重建，教育的革新，教育的改革，就像在解一个联立方程组而且要求其动态值。那就是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我就开始谈我们马上就带到这个高中职我去年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快2年的时间。我们当时碰到了很多问题，一个是多元入学，跟各位也是关系非常密切一个是多元入学的问题。那当然，这个社会上大家关心的是进大学的这个多元入学问题，但事实上。这个国中毕业以后进入高中职还有五专前3年的这个多元入学方案其实大家也不是说没有意见的，只不过是因为上面有一个大学的多元入学，所以底下这个多元入学方案
较少受到讨论。但是呢，我们事实上花了很大的时间来做调整，在座很多都有办这个事务的经验，都知道去年这个自从高中职跟五专联合分发生了一些问题以后，花了很大的时间，很长的时间来修改、来改进。结果今年来办这个高中职五专的这个联合分发，还有高中职五专的入学考试，办理国中基测的时候，这个问题几乎就没有再出现。那刚好高中职它是为了要收这个国中上来的学生，因为又要把自己的学生送到这个大专校院去，所以变成是两边的这个入学考试你们都身历其境有的老师有时候跟我讲觉得这个烦恼不堪，因为因为这阵子那细节非常多，有时候这个看完了或者是听完了就忘掉了，那家长来问了，有时候还答复周全，那家长一般都是很焦虑的，他没有办法从你这里达到答案，他就觉得这个多元入学这个方式对他的小孩可能不利所以他就开始担心这个多元入学，我就希望能够再来做调整。所以像这个多元入学的这个部分我相信各位在高中时教书的老师或者校长经常要面对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跟课程有关的。不过这个部分经过1-2年来的调整我们的了解譬如说包括大学入学，我们从明年以后呢就要把这个5种入学的方式检定成为2种，一种叫甄选，一种叫做这个考试，对不对？大概把这个甲乙丙3案就变成1案了，然后把这个推荐还有这个推甄这个申请跟推甄就把它定成1案叫甄选。所以现在5案变2案，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简单很多。而且呢，指定考科呢就因为把甲乙丙案定了所以指定考科就从3科到6科，这个是做比较大的。而且我们各方面都采用联合这个收件的这个方式来办，所以使得本来这个学生要如符封存的，现在都可以非常的简化。那这样的话，我觉得确实是这个给大家很大的方便，所以应该这部分改进大概到此为止。而且你后来想，后来仔细看，很多人都误解说申请跟推甄好像占了我们整个员额的可能有40-50%，好像40-50%，其实根本没有。其实那个申请跟推甄它所占的员额事实上只有差不多20%左右根本连30%都不到。我们是可以到30%，但事实上它差不多只有20%。所以我们的多元其实是相当有限度的多元。其实100% 里面只有不到20%，差不多是89%给这个申请的这个推甄，其他80%还是用考试的这个方式。我个人都觉得这样太不够多元。我们社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能够容忍一点点多元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社会应该检讨，但是这也要怪我们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讯息很强烈的这个传达，因为大家还被原来的那个狭义的公平的这个概念所圈住、限制住，所以没有办法好好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应该经过这1-2年以后应该会比较有机会，大家在这个桌上台面上，大家好好把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我想各位关注的问题。第二个是大家也很关切这个课程的问题。这个国中毕业现在有9年一贯，我这1-2年也花了不少时间在调整9年一贯，甚至包括那个建构数学的问题。建构数学实施了7年多了，那当然去年因为他从小学6年级这个升到这个国1接上去了以后，那又用新的
新的这个教材，新的一个课程，所以衔接的问题要出现。所以去年建构数学的问题才会爆发，因为刚好是时间到了。那其实要解决那种并不困难。我们其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我们这个建构数学已经全面做调整。建构数学并不是不好，而是在执行的过程里面有一小部分呢，因为没有跟外界沟通清楚，或者是执行上面呢有点比较走向极端，小部分的走向极端，造成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因为不了解担忧，那我们后来就做改进。比如说像99乘法，也没有什么一定说不能学的道理啊。对讲人说这个建构数学就是不能够学99乘法，完全是一个误解。那我们再把话讲清楚，那我们再把这个纲要做好。所以现在数学建构数学问题，现在经过我们后来跟中华民国数学会做了很大的调整跟努力这个问题。倒是我们这个国中小9年一贯的课程，我们现在要升到这个高中我们这个高中职的这个尤其主要是高级中等高中的这个课程以后我们还有高职，还有这个五专前3年的这个核心课程就是说我们这个高中的课程从前年开始前年我们就为了因为实施9年一贯，等于是我们这个高中职事实上这个课程是怎么样？下接国中，上接大学。所以你这个高中的课程蛮麻烦的。高中的课程你要搞的，要能够使这个国中毕业以后上来的这个学生不觉得太深或者太浅，太深太深太浅，没兴趣。然后往上的话，你要接大学或者是技术学院或者科技大学，你要能够接得上去。你不要说这个高中这个课念完了以后，跟这个大学又差太多，那就失去了这个高中这些课程设计的本意。所以这个高中课程其实是最难设计的，你要承先又要启后，那又要沿两边，是非常困难。而且高中又一般来讲，这个年龄的时候又是学生大概不管是在人文社会方面的知识，或者是科学方面的这个知识的时候的一个启蒙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时候就开始规划要去接这个国中小的9年一贯课程那在接的这个过程里面，本来是预计是希望后面就是94学年度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高中课程的纲要能够公布，当然还做了总纲的修订，还有课程的纲要。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陆陆续续的大家觉得应该要慎重，所以像这个历史年高的历史要怎么编上次这个很多朋友讨论刚开始的时候还以为这里面涉及很多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不过后来经过他们专业人士去没有，而且不是这个。欢迎我们教育部黄部长，我们欢迎黄部长的光临。全国高中职校教育发展研讨会开幕式开始，我们首先请承办学校台中高工陈校长报告。部长，还有严主任，各位亲爱的教育伙伴，各位工作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午安。
我想大家辛苦了。那么台中高工这次承办我们这一次的教育研讨会，那么成了我们这么多的教育伙伴，也从全省各地赶来这里参加。首先代表我们整个工作的团队那么欢迎各位的莅临。那么这段时间4天3夜时间，由台中高工及我们几个所有的工作人员来为各位服务。那么如有需要服务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各位教育伙伴不吝来这种吩咐。那么当然，在中午我也跟各位来表示歉意。那么因为整个活动中心它档期的关系，所以在这次自治的条件方面没有办法尽如大家所愿，这点我要再度的恳请各位来谅解。那么这次活动也要特别感谢我们青年活动中心施总干事在这边我们给他热烈掌声鼓掌，全力的支持。那么排掉3、4个档期，那么提供我们这个机会。那么我最后祝福我们所有的教育伙伴在这几天的研讨时间非常这种顺利。那么接着我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长官以及我们所有的工作伙伴。首先介绍我们的大家长，我们黄部长，感谢部长百阳中专程从部里面来看各位。接着介绍我们中部办公室的严主任。我们这部中部办公室的专务委员，也是中教会的主任黄主任。我们主办科第3科的科长林文昌科长。中办室的这个王文海王科长。我们中办室2科的许淑桦许专员。中办室我们2科的这个股长，我们部长黄美玲好，这边我特别介绍这次的工作伙伴，我们的本会的教务室的组长，我们水里仓工校长陈宪典校长。介绍我们的台中一中这个蔡校长蔡典坤校长，也是我们的辅导员跟领导人。接着介绍我们南投的中兴高中的校长，我们陈建昌校长担任我们辅导员。接着我们的台中2中的洪秋生校长，很感谢他也担任我们的辅导的校长。接着介绍我们东海大学附中温水佐校长。介绍我们全国最高学府是浙江高雄的刘宝云刘校长。是活动组的组长。给活动组一个热烈掌声。那么接着我们这后面有一个我们教育部中办的郭信雄郭专员，郭办公委员。这是我们第3科的罗青云股长。第3科的这个赖公龙赖专员。好，那活动中心的我们的副总干事蔡副总。接着介绍我们台中高工学业服务的主任，首先介绍我们这个执行主任，也是我们这个活动的副执行秘师徐生主任。接着介绍活动组的金副组长金主任，还有服务组的易主任易金忠易主任。那么还有活动组的张树娟张主任，以及我们这个服务组的目前在照相的廖组长廖主任。好，最后介绍我们苏乙本校的毛组长毛文先组长。大家好。也是我们台中高工的这个合作社的主席，我们称他为毛主席。好，谢谢。部长致辞。我们陈校长，还有我们青年活动中心苏总干事，严主任，以及各位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很高兴能够
在日月潭这个地方来跟各位来讲几句话，我想我有20分钟，我争取久一点，20分钟。本来半个小时又长了一点我大概平常也很少有机会能够超过10分钟的时间来讲话。通常有时候参加这个致辞的时候，一般都很多人致辞，致到我的时候，我就想言简意赅就3分钟就致辞完毕。不过今天我想各位来这里参加这个是一个类似的，等于是说这个研讨会。那我希望借这个机会也来谈几个有关高中职的一些相关问题。我过去还没有到部里的时候，我在这附近也消磨掉快2年的时间。以前因为921地震的关系，在南投为中心旁边涉及差不多6、7个县市，来进行这个重建的工作。后来又因为有桃枝台风，还参与了，必须要负责救灾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几乎也用掉了大概快2年的时间，总共600天的时间在这附近。像日月潭当时也是谈破不谈。今天看到日月潭可以说是恢复昔日的风貌，其实是比以前更好，因为在921之前，日月潭其实有点在没落，经过这样921以后，它能够逐步再起，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个日月潭畔来跟各位来讲几句话，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后来在这边到部里去以后，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以前在做这个所谓灾后重建跟做教育重建，人家问我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说那个差别很清楚，那个差别非常清楚。在灾后重建的时候，大家不会去争吵说这个房子究竟是让它继续倒着呢，还是把它重新再建？没有人在吵这个问题，大家在吵的都是什么？你究竟多快把房子建？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你做得慢的话，那就会大家对你要求最多。这个至于这个教育重建这问题就复杂了。这问题是说，你究竟是要走左边呢，还是要走右边？至于什么时候开始走不太重要。你单单是为了那个走左边或者走右边就要吵很久。吵很久以后终于决定走左边了。走到办公处还是有人讲你为什么不走右边？这个就是教育重建所以我以前这个曾经用一个话来讲，就说我们这个教育这样的一个重建，教育的革新，教育的改革，就像在解一个联立方程组而且要求其动态值。那是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我就开始谈我们马上就带到这个高中职来。我去年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快2年的时间。我们当时碰到了很多问题，一个是多元入学，跟各位也是关系非常密切一个是多元入学的问题。那当然，这个社会上大家关心的是进大学的这个多元入学问题，但事实上，这个国中毕业以后进入高中职还有五专前3年的这个多元入学方案其实大家也不是说没有意见的，只不过是因为上面有一个大学的多元入学，所以底下这个多元入学方案比较少受到讨论。但是呢，我们事实上花了很大的时间来做讨论，在座很多都有办这个事务的经验，都知道去年这个自从高中职跟五专联合分发生了一些问题以后，花了很大的时间，很长的时间来修改、来改进，结果
今年来办理这个高中15专的这个联合分发，还有高中15专的入学考试，办理国中基测的时候，这个问题几乎就没有再出现，没有再出现。那刚好高中职它是为了要收这个国中上来的学生，因为又要把自己的学生送到这个大专校院去，所以变成是两边的这个入学考试你们都身历其境有的老师有时候跟我讲觉得这个烦恼不堪，因为因为这阵子那细节非常多，有时候这个看完了或者是听完了就忘掉了，那家长来问了，有时候还答不周全，那家长一般都是很焦虑的。他没有办法从你这里达到答案，他就觉得这个多元入学这个方式对他的小孩可能不利所以他就开始担心这个多元入学，我就希望能够再来做调整。所以像这个多元入学的这个部分我相信各位在高中时教书的老师或者校长经常要面对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跟课程有关的。不过这个部分经过1-2年来的调整我们的了解譬如说包括大学入学，我们从明年以后呢就要把这个5种入学的方式简并成为2种，一种叫甄选，一种叫做这个考试，对吧？大概把这个甲乙丙3案就变成1案了，然后把这个推荐还有这个推甄这个申请跟推甄就把它定成一样一个甄选，所以现在5案变2案，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简单很多。而且呢，指定考科呢就因为把甲乙丙案定了所以指定考科就从3科到6科，这个是做比较大的，而且我们各方面都采用联合这个收件的这个方式来办，所以使得本来这个学生要如符封存的，现在都可以非常的简化。那这样的话，我觉得确实是给大家很大的方便，所以应该这部分改进大概到此为止。而且你后来想，后来仔细看，很多人都误解说申请跟推甄好像占了我们整个员额的可能有40-50%，好像40-50%，其实根本没有。其实那个申请跟推甄它所占的员额事实上只有差不多20%左右根本连30%都不到。我们是可以到30%，但事实上它差不多只有20%。所以我们的多元其实是相当有限度的多元。其实100%里面只有不到20%，差不多是89%给这个申请和这个推甄，其他80%还是用考试的这个方式。我个人都觉得这样太不够多元。我们社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能够容忍一点点多元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社会应该检讨，但是这也要怪我们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讯息很强烈的这个传达，因为大家还被原来的那个狭义的公平的这个概念牵住、限制住，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应该经过这1-2年以后应该会比较有机会，大家在这个桌上台面上，大家好好把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我想各位关注的问题。第二个是大家也很关切这个课程的这个问题。这个国中毕业现在有9年一贯，我这1-2年也花了不少时间在调整9年一贯，甚至包括那个建构数学的问题。建构数学实施了7年多了，那当然去年因为他从小学6年级这个升到这个国1接上去了以后，那又用新的这个教材、新的一个课程，所以衔接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去年建构数学的问题才会爆发，因为刚好是时间到了。那其实要解决那种并不困难。我们其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我们对建构数学已经都全面做调整。建构数学并不是不好，而是在执行的过程里面
有一小部分因为没有跟外界沟通清楚，或者是执行上面有点比较走向极端，小部分的走向极端，造成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因为不了解的担忧，那我们后来就做改进。比如说像99乘法，也没有什么一定说不能学的道理啊。对讲明说这个建构数学就是不能够学99乘法，完全是一个误解。那我们再把话讲清楚，那我们再把这个纲要做好。这现在数学建构数学问题，现在经过我们后来跟中华民国数学会做了很大的调整跟努力这个问题我想处理。倒是我们这个国中小9年一贯的课程，我们现在要升到这个高中我们这个高中职的这个有主要的高级中等高中的这个课程以后我们还有高职，还有这个5专前3年的这个核心课程就是说我们这个高中的课程从前年开始前年我们就为了因为实施9年一贯，等于是我们这个高中职事实上这个课程是怎么样？下接国中，上接大学，所以你这个高中的课程蛮麻烦的。高中的课程你要搞的，要能够使这个国中毕业以后上来的这个学生不觉得太深或者太浅，太深太深太浅，没兴趣。然后往上的话，你要接大学或者是技术学院或者科技大学，你要能够接得上去。你不要说这个高中这个课念完了以后，跟这个大学又差太多，那就失去了这个高中这些课程设计的本意。所以这个高中课程其实是最难设计的，你要承先又要启后，那又要沿两边，是非常困难。而且高中又一般来讲，这个年龄的时候又是学生大概不管是在人文社会方面的知识，或者是科学方面的这个知识的时候的一个启蒙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时候就开始规划要去接这个国中小的9年一贯课程那在接的这个过程里面，本来是预计是希望后面就是94学年度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高中课程的纲要能够要公布，当然还做了总纲的修订，还有课程的纲要。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陆陆续续的大家觉得应该要慎重，所以像这个历史连高中历史还要怎么编上次这个很多讨论刚开始的时候还以为这里面涉及很多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不过后来经过他们专业人士去没有，而且不是这个。欢迎我们教育部黄部长，我们欢迎黄部长的光临。全国高中职校教育发展研讨会开幕式开始，我们首先请承办学校台中高工陈校长报告。部长，还有严主任，各位亲爱的教育伙伴，各位工作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午安。那么大家辛苦了。那么台中高工这次承办我们这一次的教育研讨会，那么成了我们这么多的教育伙伴，也从全省各地赶来这里参加。首先代表我们整个工作的团队，那么欢迎各位的莅临。那么
这阶段时间4天3夜时间，由台中高工及我们几个所有的工作人员来为各位服务。那么如有需要服务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各位加油伙伴不定来这种吩咐。那么当然，在中午我也跟各位来表示歉意。那么因为整个活动中心它档期的关系，所以在这次自治的条件方面没有办法尽如大家所愿，这点我要再度的恳请各位来谅解。那么这次活动也要特别感谢我们青年活动中心施总干事在这边我们给他热烈掌声鼓掌，全力的支持。那么排掉3次的档期，那么提供我们这个机会。那么我最后祝福我们所有的交易伙伴在这几天的研讨时间非常这种顺利。那么接着我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长官以及我们所有的工作伙伴。首先介绍我们的大家长，我们黄部长，感谢部长百阳中专程从部里面来看各位。接着介绍我们中部办公室的严主任。我们这部中部办公室的专务委员，也是中教会的主任黄主任。我们主办科第3科的科长林文昌科长。公办室的这个王文海王科长。我们公办室2科的许淑桦许专员。公办室我们2科的这个股长，我们部长黄美玲好，这边我特别介绍这次的工作伙伴，我们的本会的教务室的组长，我们水里仓工校长陈庆元校长。介绍我们的台中一中这个蔡校长蔡典坤校长，也是我们的辅导员跟领导人。接着介绍我们南投的中兴高中的校长，我们陈建昌校长担任我们辅导员。接着我们的台中2中的洪秋生校长，很感谢他也担任我们的辅导的校长。接着介绍我们东海大学附中温水佐校长。介绍我们全国最高学府是浙江高雄的刘宝云刘校长。活动组的组长。给活动组一个热烈掌声。那么接着我们这后面一个我们教育部中办的郭庆雄郭专员，郭办公委员。这是我们第3科的罗青云股长。第3科的这个赖光荣赖专员。好，那活动中心的我们的副总干事蔡副总。接着介绍我们台中高工学业服务的主任。首先介绍我们这个执行主任，也是我们这个活动的副执行秘师徐生主任。接着介绍活动组的金副组长金主任。还有服务组的易主任易金忠易主任。那么还有活动组的张树娟张主任。以及我们这个服务组的。目前在照相的廖组长廖主任。好，最后介绍我们苏乙本校的毛组长毛文先组长。大家好。也是我们台中高工的这个合作社的主席，我们称他为毛主席。好，谢谢。部长致辞。我们校长，还有我们青年活动中心苏总干事，严主任，以及各位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在日月潭这个地方跟各位来讲几句话，我想我有20分钟。我争取久一点，20分钟。本来半个小时也有谈一点我大概平常也很少有机会能够超过10分钟的时间来讲话，来跟大
多人支持。知道我的时候，我就想言简意赅就3分钟就支持完毕。不过今天我想各位来这里参加这个是一个类似的，等于是说这个研讨会。那我希望。的每一刻的时间，那等一下，追寻人生都有缺口，教育。